来看台中有几排透天厝，正搬入去3栋尔厝的起气，门佮窗仔拢关袂捌，排水孔的水佮倒激。住户是指控讲是隔壁的新建案施工造成的，警方是强调讲经过检测并无安全的疑虑。台中市的都发局表示讲会要求建商来加强施工的安全。门手小准落，门就会家己开开，毋然安尼，疫情的排水孔水嘛袂落，水若济会规个溢出来，互居民真困扰。塞的话，水会从这边溢出来，整个还有后面的水口。台中龙井上水街即间透天的，规排厝拢总8户，拢出现起气甲必顺的情形。住户讲3年前开正清白买透天的，毋过边仔的建案动工了后，因的厝就开始各样。他们在施工的过程中，就是那个在得正地基的时候，拔桩之后，我们房子就倾斜了。头前就咧，阮较知影阮的厝倾斜了，叫因建商甲咱扶正，嘛毋。住户要求隔壁建案的建商，都要补强恢复原状，甲做相关的修复。建商回应讲，建物经过土木技术的检测，确实甲施工有因果关系，毋过无安全的疑虑。我们施工中多少有些造成啊，那这些技师工会那些鉴定报告里面哦，所有的金额啊，都已经有代名在里面。那他们现在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，想要把金额拉到更高，那这个我们还是依法处理啦。建商讲有诚意赔偿，毋过双方对金额无共识。市府表示，这件影响厝边的事件已经伫建筑争议事件委员会咧审议，建商的结果已经完成，毋过还未发使用的执照。法院提存完之后，我们才会准他做完相关的申请使用执照的后续程序。目前还没有申请，目前还没有执照，还在列管中。都发局表示，这个案会照检定的结果，按无共损害提出赔偿金。因那离差不多750公尺的所在，嘛有一栋大楼长咧起，地处隔壁的透天起气。因为这两搭离无偌远，都发局讲，敢是因为地质的关系，才会引起影响厝边的事件，还阁要确认。不过，这个案是因为建商施工的过程当中引起公安的问题，都发局除了下令停工，嘛甲罚10000块，而且加强要求建商确保施工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